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有几落音，常常害人满山拢是树，师傅找无娘。咱一个一个甲大家小解。这个文音读做中，这个中就是假的意思。像咱讲咱逐个月月级拢有中落来，嘛有人读做中，讲中落来。另外这里有一个音读做奖，嘛有人读做奖。像咱讲有志气，讲是奖字、奖字，嘛有人讲是奖进甲奖进。较常用到的鼻音读做长，长短即个长，代表时间足久，物件头尾差真济。咱讲长期、长裤，若是读做长，代表是机关团体主管、领导人。咱讲校长、队长、局长、市长，抑个县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春长手，代表讲甲人借钱或者是讨钱。第二个词读做掠长补底，代表摕有的去补无够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食头路，定定趁无够开，都爱甲亲情50春长手来掠长补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文音会当读做中，抑个有中，另外会当读做奖甲奖。若鼻音读做长甲长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